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怡群阿群妹，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好，大家今日看到电视，冇看到电视，想讲也是马上冇唔错，我就是阿群妹哦。因为今日阿群妹好特别咧，用冇去用嘅打扮，冇去用嘅妆容同大家见面，做乜嘅呢？因为今日节目当中，我来同大家来小介下家电视台新嘅文化戏剧，按到胡阿少。先前节目当中没有同大家来小介呀，大家下韩国台北歌手全部就係文學改編嘅作品。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小介南愛一出咩非常優秀嘅文學作品《胡阿少》，先來看一睇樣片。你的秘密是不是擔心有人死掉了？这就是报时不等于。哇！相信觀眾朋友吼看到家下嘅樣片，咪感受會到吼也胡阿少嘅風格，韓國當特別嘅氛圍。好，故所今日節目當中，阿權妹真經有當到問題哈，想愛來問今日嘅來賓，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胡阿少本單嘅原本書嘅作者，韓國編劇，分享郭一峰郭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郭一峰。好，分享郭先生來到呢節目現場咯，接下來係胡阿少嘅導演分享，李定導演分享。全國的觀眾朋友，還有現在在手機跟電腦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係烏鴉燒嘅導演李定。哇！今日最近當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現場，因為其實胡阿少唔管係佢本單書嘅作品，也係電影嘅作品，佢其實都有佢愛知道佢影像，也係文學作品上愛表現到較深嘅意涵到地方。故所今日節目中就愛來大解惑吼，細細嘅要來問一下郭先生。郭先生，你本單啲嘅創作呀，胡阿少他的文本作品嘅時候啊，你知道你本單上愛同大家講嘅係乜嘅，上愛表現嘅係乜嘅？基本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講下排泄因為今日談嘅內容其實係我自己寫嘅小說，談小說嘅時間我驚我自己學法唔拉好啊，所以有時嘅可能會用國語來解釋來上來講的話，因為他本來就會講法語這樣子的文學作品，所以可能有些的部分會用法語來講。剛剛主持人問到的就是這個小說在最初是怎麼樣子被寫出來的？對，因為這個書很久以前，這個短篇小說很久以前就寫了，隱隱約約大概還能記得，就是那個時候的心境跟這個小說裡面的那個主角有一點關係。這個小說裡面的主角阿迪是一個自己讓自己失業的中年男人。這樣子的一個中年男人在當下的社會裡頭，他基本上是無用的、無效的，可以被看不起的，然後他自己也接受可以被看不起，被人看不起。在那種很奇怪的氛圍底下，我自己跟這個角色有點共鳴。對，所以在很奇怪的那個狀態上，就想到了一個，我應該要寫一個跟可能有一些台灣像我這個年紀，大概40多歲，突然之間決定自己放棄自己的男人的故事。
就诞生了乌鸦烧这个故事。对，应该像龚先生这样实地创作一个作品的时间，一部分是这个心境的一个投射、一个创作以外，其实你可能不但没想到要出作品，有可能本你跑到天涯，对不对？哦，是，完全没想到有要在可能，就是导翻译做的多李典导演是有当然客家电视台有想讲，然后你把故事拍出来。对。其实当幸运了。每次都就像我想要问导演，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文学作品，你要走进去这个文学作品变成影像作品，其实中间感觉会有很大的隔阂跟困难，对不对？没有，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嘛，所以一开始看到高一峰的这个乌鸦烧的时候，对，我觉得很大的喜悦。那个喜悦就是说，终于有一个人为我们这样的男人说话了。然后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就是我可以不要做英雄，好不好？我可以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去想一件事，好不好？可是如果我也到了快40岁了，我还可以这样吗？可是乌鸦烧有一个这样的冲动，让你想要接近他。就在客家电台的安排之下，终于看到高一峰的本人的时候，我还记得哇，他还出现，就有一种很华丽的、很高贵的气质。对。然后呢，讲话如同现在这样，他都没有变，都是很轻柔的。是。可是我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吓到，我想完了，我这被骗了。这是现在 live 节目，我小心一点说。这个跟原著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来的乌鸦烧就是有一个叫 RD 的角色，对，还有一个她在戏服店结识的女孩，充满着让人遐想的空间，还有很多有趣的趣味。然后还有一个老同事叫秀秀，然后那个女孩子好像也透露很多的秘密。可是拿到剧本的时候，发现这几个角色还不是最重要的，高一峰又多给了1倍以上的角色，哇！然后甚至更多的幻想空间，而且是男性，有唐专饰演的老志工，还有一个不时出现在这个乌鸦烧摊子旁边的小男孩，我们找了白润英来演，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打扮的叫做小木，其实到开拍之前，我们都还怀疑剧本写的这个不是一个男孩，是一个女孩都有可能。哦，对，但是就在拿到剧本的时候，发现就像我第一次拿给制片的时候，他说导演，你不可能用15天拍完，你的钱只有8天，你只有8天才能。如果你真的想要拍完这整个故事，你只有8天。可是我说不管，我要拍，而且我绝对相信你在这个时间会有最对的人，最适合的场景会出来，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决定西门町。像其实按用新加入的角色啦，其实就刚刚导演说的，新加入的角色有非常多。那我想也想要问问看老师，因为老师你去甲本单第一个下时间下文本的时间冇按到嘅角色啊，变做呀天阳嘅剧本以后，就变做有加动到角色，做乜嘅会想可以加呀其他嘅角色落地度？系啊，做马干，做马干，有没有很标准？非常标准。其實做得兩個，就講因為一個故事裡邊有空的一個故事啊，增加很多角色，特別是男性的角色，就像剛剛林導演講的，有很大一塊的目的是想要用更多的男性角色把藏在裡面的故事再藏得更深一點。有没有很奸诈？故意不要跟大家说。对，因为我是来拍复活节的节目嘛，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彩蛋，他告诉你说他是把它藏的。因为就像刚刚导演其实讲到了嘛，就是我这个下来受伤，我这个爱改变的时间，我经历过一扎像手术的过程。对。把那个小说重新再切割开来，很痛的。然后你会翻开来看到本来藏在里面的东西，那已经藏了好多年了，啊，又要再拆开来看一次，然后一旦拆开来之后，就会很想要再用更多的角色把它藏起来，这样子。所以当然这也就塑造出就是剧本里面有很多新的角色，男性的角色，一个年纪小的，一个年纪
大的，对，还有更小的，对，然后还有一个性别非常中间的这样，对，性别中间的男生。所以这些其实，在创造这些男性角色的时候，对我来说，都是想要把原来的那个故事再埋得更深一点。因为只要分散了之后，大家可能就不太容易猜到是什么。哎呦，其实我唐高老师按你讲吼，我知道可能亚出喜巧，会颠覆大家对于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作品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也是一扎。不是以了解故事为主轴，应该说你要去了解你自己的感觉为主轴的一部影视作品。故事以前休息，它很有懂的故事，会同大家来分享哦。哇母啊！干安好福气哦，系安幸福哦。你讲哇母，富含做的名都记，甲当好啊。抛弃你的名字吧，只有你的名字是我的仇敌。加个赖，帮我拿个卡。我又不是他。你知道大家工作1年多，为什么都觉得你很像陌生人吗？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笑。你是 gay 吗？这就是半死不活吗？身体是偏唔容易的哦。对，妈。我要看。给我。快点嘞！等一下会死啊！你爸爸是我，你爸死了，你是什么呀？我唔一定人讲啦，定人讲嘅係人，好唔？你的秘密是不是担心有人死掉？都回不去了，对不对？你唔會反應嘛？你知道 Angie 是喜欢你的，可是你屋里一直有别人。我还好吗？大家加油！现场有818吗？哇，阿權妹知道吼，客家電視台真係非常難得有安樣嘅作品，啲客家電視台來播出，就係安尼新編嘅安尼武俠秀嘅曲名作品吼，武俠秀。其實哈，中馬該播很多武俠秀，其實它那個烏鴉燒哈，就是我們常常吃到的那個鯛魚燒，但是在小說裡面，在劇本裡面，給黑老給做一樣的點心，但是是烏鴉燒。故送人家就有一道問題，想要來問一下我們的原作者跟編劇高老師。周馬該要用烏鴉，它本來是鯛魚啊，我可以用其他的不一樣的動物，甚至不一樣的鳥類。周馬該聽錯愛係烏鴉呢？我是的技術可能了，我是咧東南技術。首先我覺得烏鴉是一個很容易被誤會的鳥類。
比如说我们对乌鸦总是会觉得它有不祥的感觉，没错。然后像以前在希区考克的电影里面，它那个鸟的那个象征就是邪恶的、惊悚的。即使连在我们看到的连卡通都是，卡通它都是被塑造成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鸟类。可是，在日本，就是常去日本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就是在日本，其实乌鸦对于他们来说是鸟居神社里面的一个神兽神鸟，算是一个圣物吧。所以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乌鸦这一个鸟类很着迷，是因为乌鸦是一个一直被误会的人。那或许就像小说里面的阿滴吧。就是在我们理解阿滴这个角色的时候，在那个理解他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也一直误会阿滴？就误会我们这个年龄的男人。就像李导演讲的，就是40多岁的男性，我觉得真的像乌鸦一样，不是那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这个概念，而是他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年龄。那个年龄是做什么都很容易被误会的年龄。当然这是自己跳出来重新回答主持人这个问题，为什么是乌鸦？因为我必须转到编剧的角度，然后看到导演呈现乌鸦的那个感觉的时候，我反过来想其实说不定有这一层想象吧。就是现在这样乌鸦你还满意吗？这片拍完第一件事就说不可以给高一峰看，先不要给他看，等我全部出来再给他看，千万不要给他看。对，那导演你自己对于这个乌鸦的理解，你不是要先问他们吗？这个造型还可以吗？没有，我看到这个海报的第一个瞬间就吓到了。我说天哪，我没有想到乌鸦可以被神圣化。那这个海报就出现了这种感觉，非常棒的，我非常喜欢。对，就是我自己也做杂志，捏一把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个提亲过的经验，我今天大概知道提亲是什么感觉，就是我可以，我这样做可以，我们永远在一起。对，因为你只有从文字，一直准备。其实，因为我觉得碰到高一峰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我总算可以碰到一个也是作家的，然后他也想要把东西变成剧本，我觉得我绝对可以理解他，我非常想要理解他。我以前在艺术学院的时候，我想，如果莎士比亚还活着，我真的很想当他面，第一句就要问他说，为什么是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或者是说，朱丽叶为什么要说那句话，抛弃你的名字吧，因为你的名字才是我的仇敌。如果莎士比亚在我面前，我觉得，因为他说到我心里的话了。可是今天高一峰还活着，我想，终于可以问一个剧作家。大家都不告诉我，然后他永远在我们的会议上解开了你人生中很多不是乌鸦烧的答案，甚至很多的惊喜，甚至我们在脸书上互相交谈的时候，都有很多人生的惊喜发现。可是你进入不了他的写的每一个角色里面，因为你就要问到，要跟他去确认一件事，就是说，就很像你在追一个人，你在那个暧昧期间，你就想知道你是爱我对不对？可他就不讲，你就硬是要追他，追到最后的时候，你不要再靠近我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就到那边为止。所以跟这个编剧突然又是原著的时候，我那天突然发现，就是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以前我拍到不了的地方的时候，我的演员这么讨厌我，因为他们每次要问我说，导演李鼎是这个样子吗？我演的角色是这样子吗？我就想起我好像跟高一峰一模一样。所以你也是不给正面答案的。我觉得不是像他刚刚讲的说要留那些秘密跟什么，我觉得是我真的很爱你，我相信我托付给你，你可能可以做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可能我也想在你的身上看到一个新的答案，所以我才做作家，所以我才今天选择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就去当老师，我就去当别的了。然后最后一次跟高一峰讲完的时候，我还记得是在成品的广场上，然后他跟台内的人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个。我那天还买了2本书给他签名，然后打开那个书页，然后看到他的签名，我就想说，这会不会就是我跟高一峰最后一次碰面？
到底是有多少疑惑在心里还没有解开，又得不到解答？对，然后我想说，好，我一定要用一模一样的方式对待即将出现在这部戏的演员。就如果他一直在问我所有的答案的时候，我觉得演员好可怜哦，得不到答案的演员，毕竟光抽我们的男主角哈，男主角一定很多的困惑，有没有？因为要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韩国其实要在卡本要整个状态，其实他的台词没有多少个，他大部分的表现都出现在他的表情上面。这么该不会献都给？为什么会找我们的黄建伟来演 RD 呢？这应该要问高一峰，因为我们试了很多的那个面试很多正在线上的演员，都很有興趣，可是只有一个人是冲着高一峰来的，然後到我的面前，你可以說為什麼會是黃建偉？這麼該呢？跟建偉碰面是一個很巧合的一件事。我們剛好有同一件工作一起到蘇格蘭去，在執行那個工作的過程，其實同時間有不同的男演員出現在我面前。當時因為我隱隱約約知道，就是導演正在苦惱於男主角這件事情，因為我們兩個有討論過一件事，就是說這部戲一定是要從 RD 確認之後，才會慢慢的往前推展開來，就是他是誰之後會影響很多事情。然後這個共識好像變成了我們一直苦心於 RD 是誰。後來在那個工作在蘇格蘭的時候，我就跟黃建偉就是若即若離的聊了一些事。然後建偉他就在有一天晚上，我們兩個一起去吃飯，就我們兩個人，他突然就把某一個開關打開來了，然後就跟我談了很多他現在這個年齡上心理的問題。我就發現這個問題是我跟導演在談劇本的時候一直在談的問題。然後當時我也沒跟建偉說我們正在弄這個戲，我還在跟他續聊了2個晚上，確定他心裡面的那個狀態是那個導演一直在跟我不斷在捕捉的那個東西。然後我才問他說，那你要不要跟導演聊一下看看？所以關鍵就是說，如果我當時跟高一峰去了蘇格蘭的時候，我就會知道要幹嘛。所以每次以後我們開會，跟高一峰開會要一個對的空間。所以你知道這部戲就是你要給一個對的空間很重要。所以說黃建偉是如何，我覺得你們這個禮拜6一看就會曉得了。可是到底要把黃建偉確認之後，又怎麼把姚以緹、安維玲、白潤英、廖以喬到底要放在什麼空間？是蘇格蘭嗎？不是。後來我想到的是西門町。你知道全世界都有所謂的東城跟西城，所有都市的主流都市的西城都是那個都市裡面慾望的開端，以及結束你今天慾望最後的去處。為什麼呢？因為人都是向着光亮地方走，工作地方都在東城。所以當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人會往那個光亮的地方走，然後那個西城會燃起這個城市裡面所有你最想要的光芒、音樂、喊聲，讓你疲憊的身體可能在那個地方再去。那在台灣就是西門町。原來古時候也有阿少哦，係到西門，在我們的西門町發生了按到乜嘅事情，韓國其實有動到角色，我同大家來小結，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見吼，就愛播出咧客家電視台吼，用日文學改編的作品《按到有阿少》。今日節目當中吼，每當歡喜邀請到原作者韓國導演來到節目當中。剛剛其實要同大家來分享到，一出戲其實係啲嘅講一隻可能冇辦法克服到一下社會一般其他嘅中年世代嘅。按樣冇辦法克服到社會對佢嘅看法，佢嘅心境係樣嘅，佢嘅想法係樣嘅。嗰時候唔單止係佢哦，一出戲其實還有講到其他嘅角色到底都唔過到戲強啲都嗌，真係有一隻動態嘅問題。你偷看，因為你先偷看。我已經先偷看了，但是我真的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問題，就係同樣 RD 有一個女生。
他跟 RD 有非常亲密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戏，没错，是姚以缇演的。唔但像黑第一 Hika 迪度，唔但像黑改给未婚妻，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原作是没有出现的一个谜样的角色，他叫做 Pink， 他其实一人分饰两角的。同大家来分享一下，要叫以缇，她是怎么样的女生，用也不会请到给来饰演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新编的这个乌鸦烧，高一峰就是给了这个叫做心结的。原来黄建伟有一个未婚妻，所谓的未婚妻，然后这个未婚妻怎么整个戏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他没死，可是他半死不活，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就像你怎么出去一下回来就被撞了，对，如果你死了也就算了，结果是个半死不活，那我是你的老公吗？也不是，你知道所有的问题还不在我跟高一峰要确定今天这种提亲的感觉，可是我还没跟你提亲，我已经要处理你所有的事，但是我是谁啊？我是什么身份？然后可是高一峰更残忍的是，还要这个女演员同时饰演黄建伟心里面想的那个角色。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年龄，突然寂寞的身体，在这失去他的100天，对，我问你。你想知道一个男人寂寞的身体在这100天可以发生什么事吗？其实他并没有做其他更多的事情，只在这100天，他又碰到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孩子的身体，甚至以前跟他公司有点暧昧关系的。是你的话，你要去靠近还是不靠近？你要问我吗？如果你是我的心结，你会愿意我去靠近别的？当然不会啊。对啊，高一峰很残忍的就是他把这个故事给在这100天，然后他让这个同样饰演心结的女演员要变成不是心结黄介伟的幻觉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你说的最亲人的那场戏是一场一镜到底的戏，一镜到底的戏，高一峰给我一个更大的难题，导演。这场戏只有一个要求，一件衣服都不可以脱，但是他们要全身都湿的，在全身都湿的穿衣服的状况之下拍完那场戏。有，你做到了。因为我看完，我有瞬间觉得哈嘎天师腿真影做的薄黑，没有，但是他其实我跟你讲，可不可以播哦？但是因为对我的那个情绪的牵动是从情绪出来的，并不是从画面。所以你要问我，对，你要问我，是从情绪出来的。所以你要问我是最后他们那个体位法吗？还是什么？你刚刚对，为什么女生在后面？我的困惑是为什么女生在后面？你知道每一场亲热的戏都是要经过严格的排练的，对，它不是现场才发生的。虽然这场戏几乎是一镜到底，我记得有一天在排这个体位，就是到底要怎么去穿着衣服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黄建伟突然停了下来，他说：“导演，姚以缇是我，对不对？姚以缇演的就是我，对不对？”我其实心里一直知道，我等这句话很久了。就像我很想跟高一峰说，高一峰，这都是你，每个角色都是你。我先把耳朵捂起来，我先把耳朵捂起来。死的乌鸦也都是你，但你不要我说出来，因为说出来我们就不会在一起，对不对？可是当黄建伟愿意跟我说出来的时候，我还不用讲答案。我记得那时候姚以缇的表情就突然明白了。姚以缇就说：“所以你对我做的每一个动作，我都会做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就说：“对，是因为你爱他。只是为什么我们爱自己的方式，有时候也是用一种伤害的方式。”所以我说这部戏其实是真的是不是你对故事的解读，是你故事给你的感受，是从感受去理解故事的。有一天我在问自己说：“李鼎，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下去啊？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虚荣？是因为有一天你可以坐在福气来了，有人可以跟你讲是导演，好荣幸，好荣幸哦。然后你跟这个剧作家可以在一起，是为这个虚荣吗？然后你也没有赚什么钱。然后后来我发现，最初让我感动了，可能就是在排练场排戏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尊心也都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可是我们很坦诚的做这件事，然后可能这个坦诚再借由一个很礼貌的相处，把它呈现给观众，然后不告诉观众1就是1，2就是2，3就是3，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让观众看到是他自己。你知道，在灯一亮的时候，看到观众隐隐掉下的眼泪，甚至灯还没有亮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旁边那个人掉下的眼泪。
那不是一个成就感，是自己存在的证明。我觉得乌鸦烧一直想要拍的是，在每一个年龄青黄不接的时候，我还是存在的啊。我虽然没有符合社会的期待，我跟我的梦想也离得很远，但是我还是存在的。所以这部戏就如同高一峰从一开始他写原著小说，留了这么多的空间给别人，所以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怎么样也不要太指示性，也留这些空间给别人。那就是要回到从表演开始。从场景的还原的一切的开始，甚至你听到的所有的音效，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声音，哪些是它虚构的声音，哪些音乐该要怎么下，就是乌鸦烧所有的团队就在用10天的拍摄时间，然后为期3个月的音乐后制，总算要在这个礼拜6生出来。真嘅，其實我們當到有看過烏鴉燒嘅同事吼，問了很多同事朋友們，其實大家講，自己看到嘅想法全部冇共用，因為那是自己的感受，自己感受的連接。不過一隻烏鴉燒嘅作品係非常非常空天嘅係，唔管係原本嘅作者、編劇，也係講導演，也係講底度所有嘅演員，全部大家就會用自己嘅經驗、自己嘅故事去呈現。烏鴉燒，它是一個非常耗精力的作品。我覺得不管對於看的人，他必須要花精力去搜尋自己過去的經驗連結。在演戲的人也是。對啊，我覺得最美的還是客家電視台給了一個很大的空間吧。其實一直對於這部片的結尾，我們一直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當時在跟高一峰在溝通的時候，也有想出很多不同的結尾。但是這個結尾，我覺得他過幾天會跟所有的觀眾一起看到。我想跟你保證，高老師是沒有看到的，還沒有看到作品的。這結尾是，是有60幾個人都把自己想成是烏鴉燒的每個主角。然後在西門町偶然有一天的時候，我們發現，我們好像可以用這個方式結束這個故事。因為要的不是一個結束，是希望黃建偉可以繼續再走下去。所以我們找了一個你永遠不會到西門町的時間，你不會在那個時候去西門町，你不會在那個時候去看這個世界的樣子。因為西門町是一個3秒就會讓你往前走，有很多的誘惑要往前繼續往前去。西門町是一個電影散場的時候，你可能還留在前一個電影當中。你走出來，回到現實生活，你還要去面對的一切。這60幾個人，這個劇組想到了這個結局，然後一起在那個時間把這部電影做了最後的 ending。然後我很希望大家看到最後的時候，可以知道生命為什麼可以走下去，不見得是用飛的，但是可以走下去。剛剛其實大家有看到呢套嘢非常非常嘅激動，因為大家啥看到有烏鴉燒，全部就會有無窮嘅感受，唔夠輕鬆有嘅感受，就係愛記得唔管人生都當中嘅困難，還係愛想出自己嘅辦法去繼續行下去，對不對？故說今日真嘅非常什麼，我們的原作者，我們的高老師來到呢節目當中，我們非常什麼李鼎導演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去分享最真實的情緒，最真實的烏鴉燒，請大家禮拜6晏晡頭9點聽朝愛準時收看，希望各位觀眾朋友愛收看，等下你聽下來做運動哦。